好，我们今天来聊一个，坦白说有点沉重的话题，标题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客家语正在消逝，这是一个我们所有人都必须一起面对的现实。那为什么会突然谈到这个呢？其实这一切的思考都是从一位长者的离开开始的。他的名字叫做邱从容。可能有些人对这个名字不熟悉，但在客家文化圈里，邱从容先生他代表的是一种坚持。他的离开就像一颗石头丢进水里，虽然平静，但那个涟漪却让我们不得不去正视一些事情。宁卖祖宗田，不忘祖宗言。这句话，我想很多客家朋友都听过。这不只是一句谚语，它更是邱从容先生一辈子的信念。你想想看，宁愿把祖先留下来的田地都卖掉，也绝对不能忘记祖先的话。这份坚持，哇，真的点醒了我们。原来语言远比我们以为的还要重要得多。所以说，邱先生的离开不只是一位长辈的离世这么简单，他的走更像是一盏灯，突然在黑暗中熄灭了。但你知道吗？有时候就是这样，那盏灯熄灭的瞬间，那个黑暗反而让我们看得更清楚。清楚什么呢？就是那个我们一直以来可能都有点逃避的事实：客家语真的正在用非常快的速度在凋零。这场危机就发生在我们眼前。好，那这位点亮光芒的守望者，他到底是谁？为什么他的离开会引发这么大的反思呢？我们来深入了解一下。所以邱从容先生是谁呢？他是一位音乐人，也是一位文化推动者，但他更像是一个，很安静的园丁，一辈子都在默默地为客家语这棵大树浇水施肥。你看，他出版客家专辑，到处去采集快要失传的民间歌谣，甚至还创作客语儿歌，就是希望把语言传给下一代。他做的这一切都不是为了出名，也不是为了赚钱。真的，他只有一个很单纯的目的，就是希望客家语可以继续活下去。对邱先生来说，语言它绝对不只是一种讲话的工具而已，它是一个族群的根，就像一棵大树，如果根都没了，那上面的树叶、花朵、果实，也就是我们的文化、历史、我们的身份认同，所有的一切都会跟着瓦解。这就是他为什么这么坚持的原因。OK，了解了这位守望者的故事之后，我们现在把视角拉远一点，来看看他拼尽全力在对抗的是怎么样一场无声的危机。这场危机可不是我们随便说说的哦，你看数据就知道，客家语的使用率是每年都在下降。最严重的是哪里？就是在家里，越来越多的爸爸妈妈不再跟自己的小孩讲客家话了。那语言的传承就像一条链子，最重要的那一环就在我们这一代，好像快要断掉了。但是你可能会想，是不是现在大环境的关系啊，或者客语太难学？但其实这里点出的真正危机，它不是来自外面，而是来自我们内部，是一种文化意识的，可以说是塌陷了。我们为何沉默？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。接下来，我们就来好好的看一看，这种内部的崩塌是怎么回事，这种选择沉默的决定是怎么在我们的生活中一天一天发生的。所以，我想先请大家跟着我一起想一下，到底一门语言衰退的真正原因是什么？真的是被外力逼的吗？还是有什么我们没看到的更深层的原因？这个对比，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深思。你看，左边是我们常常想的啊，都是因为时代变了啦，环境压力大啦，我们习惯把问题推给外面。但右边提出了另外一个可能，一个坦白说更让人不安的答案，会不会是我们自己悄悄地一步一步地放弃了它？是在无数个每天的小决定里，我们自己松开了手。举个例子，我们看看媒体的态度，这就很明显了。你看客家电视台或广播，常常会用华语字幕，甚至主持人也用华语。他们的理由是说，这样才能让更多人看懂啊，这是一种妥协。
但你反过来看闽南语的媒体，他们的戏剧节目很多都是全母语呈现，这背后代表的其实不是资源多寡的问题，而是信念。一个是妥协，另一个是坚定。所以你看，一门语言是怎么被抛弃的？它不是那种突然的大灾难，而是像温水煮青蛙。爸爸妈妈怕小孩听不懂，那就算了，讲国语好了。媒体为了方便大家观看，好，那我们就上华语字幕，主持人也讲华语。就这样，一点一点的，语言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位置就慢慢不见了。它不是被谁强迫消灭的，而是被我们自己人悄悄地放下了。好，说了这么多问题，那怎么办呢？如果问题是来自我们每一个人的微小选择，那答案其实也在我们自己手上。我们可以从一句话开始，这才是纪念邱从容先生最好的方式。真的，这句话说的太对了。那些很宏大的文化计划，政府给再多的钱办活动，如果回到家里没有人愿意开口说客家话，那一切其实都是空的，都只是办给自己看的仪式而已，对语言的生命一点帮助都没有。所以，什么是真正的纪念？不是发文悼念，而是把这份心情化为行动。而且这个行动一点都不难。你看，第一步在家里讲，第二步在孩子面前讲，第三步你滑手机的时候，在脸书、IG 上试着打几个客语的字，就是这么简单，让这门语言重新回到它最应该在的地方，我们的生活里面，让它重新开始呼吸。最后，我想用邱从容先生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来作为今天的结尾。如果客家人不说客家话，那么我们与其他黄皮肤的人有什么不同？哇，这个问题真的很尖锐，但他也直接问到了最核心的地方。他挑战的不只是我们要不要说一种话，而是我们是谁，我们的身份认同到底是什么？这个问题真的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好好的想一想。